唉，大家好，我就係惡魔啊！誒，唔使驚，我好講道理㗎。你哋啲人啊，成日話我哋啲惡魔係衰人，唔講道理。其實我哋不知幾識講道理啊！嗱，我問你哋啦，聰明同埋智慧有咩分別？等我話你哋聽啦。聰明可以好自大，一個又有聰明同埋智慧嘅人咧，就可以好謙虛。一個聰明人咧就講嘢可以置人於死地。一個智者咧就凡事都有餘地，以德服眾。所以啊，智慧係遠超過聰明㗎，因為佢講求係一個嘅修養同埋情操。你哋話係咪好有道理咧？我唔係成日講道理㗎，你哋想聽我講道理嘅話咧，都得嘅。本人咧就想大家聽完我講嘅道理之後獲益良多，所以咧我就出咗本書，叫做《惡魔的道理》。我嘅廬山真面目，靚樣就喺個封面度，睇我幾 handsome 同埋 smart。大家不妨喺書局買翻嚟睇，或者喺公共圖書館借嚟睇啦。包保大家睇完之後，好似會變成我咁識講道理嘅惡魔。